毒品的問題愈來愈嚴重。南投警方6月初2，一天就抓到4件毒品案，佮查到毒品的分裝場。也若是台中是有民眾發現講，因兜的箱仔車去互人偷駛去，這駕駛看起來是有體無魂、眼神茫茫，哪像是有食毒，驚甲趕緊報案。警方初5晚10點左右，佇咧南投市中南路附近發現一個48歲姓蘇騎歐多拜的人，精神無啥好，無心無神，隨家做毒品喙瀾體檢。拖一塊塞可以嗎？什麼拖一塊塞可以啊？拖一塊塞是可以的啊。快篩結果陽性，當場移送法辦。毒駕案件一直發生，南投警方自5月底到今已經查到6件毒駕、4件持有毒品的案件。隨後即天，若佇咧南投市查到混合式毒品分裝場，查出依托米脂煙油、煙彈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，掠到52歲姓陳的主嫌犯帶頭的製毒集團。一天查到4件毒品案，攏移送地檢署偵辦。單日連破4件毒品案件，並成功查獲一處混合式毒品分裝場，現場取獲依托米脂煙油、煙彈成品、安非他命、海洛因等大量毒品及製毒的器具。你車停外？停啊！我在錄影啦。食毒的。台中有一個姓李的車主駛家己的車出門，佇外埔區馬明路附近，看到因兜另外一台青色的箱仔車，互賊仔偷駛走。這個賊仔目睭看起來無神無神，敢若食毒，駛着車搖來害去。因為伊有載囡仔驚對方弄過來，抱起咧網絡請人鬥相共。有關本所6月12日17時發生的汽車竊盜案，獲報後已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循線查緝竊嫌。台中市警方統計，自5月底開始，全國公布強化查緝毒駕甲長員緝毒專案的這段時間，總共查到221個人毒駕，其中發現已經採損羈押27個人。因為這件偷竊案件，大甲分局已經接到報案，也成立專案小組全力追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